人在地前来看台南咸水大众庙的福德殿所奉祀的土地公真神奇，毋但喙手会变长，而且喙手色阁是乌色甲白色相掺染。讲到土地公，咱拢知影伫台湾民间的信仰中，真接看到，嘛是大家上接去拜的神明之一。有真个庙嘛有奉祀土地公，是讲你敢捌看过土地公的喙手会愈发愈长的？本来是胡须是白色的，可是它长出来都是变成黑色的。这无可能染色，我请教授人来鉴定，迄唔是染色，长出来变成长7除6。伫咸水大众庙内底福德殿的土地公真特别。位画面中，咱看到伊的喙手本来是白色的，抑过发出来所在是乌的。庙方嘛用科学来说明这个现象。量子力学的除场关系，量子力学就是讲，它是一种无形的一个除场。你话说你看嘛，伊长出来的胡须都是黑色的。庙内除了土地公以外，其他神明的喙手甲目眉，嘛会随着时间的无同产生变化，这真神奇。庙方欢迎咱信众参拜时，会当来看这个特殊的现象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